球哈，输给你选。长寿用音乐完成，已经风霜也是无完成。哦，孩子强家着大发准，无烦忧，愿快快地。拄着家己好光景，天空得意为心情，我多了解思的心情。受到难免拄着无顺的逆境，坚定意志永远无变。主也你爱着，所以他的会为着帮助中因的完成，历经风霜也是无完成。哦，孩子着家着大发准，有烦忧会快快地。拄着大志好光景，天空得个为心情，多了解主的心情。受到难免拄着无顺的逆境，坚定的意志永远无变。主也你爱着，所以他的会以后公平，全部的为心情，多了解主的心情。虽然遇到无顺的逆境，坚定意志永远无变。主也你爱着，所以他的会变哦哦哦，唱着中音的完成，历经风霜也是无完成。哦，孩子着家着大发准，无烦忧，愿快快地。拄着好光景，前路得个为心情，放过了解受的心情。受到难免拄着无顺的逆境，坚定的意志永远无变。主也你爱着，所以他的会坚定。唱着
中因为怨心，历经风霜也是无怨气。我爱只有家着但我准，无怨尤缘快快地。拄着好光景，前方别个为心心，盼望多了解主的心情。受到咱的拄着无顺的逆境，坚定的意志永远无变。主呀你呀，你太平，好你他你会天平。拄着好光景，千万别假为心心，盼多了解主的心情。受到难免拄着无顺的逆境，坚定的意志永远无变。主啊你啊，你太平，我的大力会天地。所以讲，假使讲如果若有解释了唔对个所在，看嘛，咱就先做记下，就请咱蔡律师，甲咱指引，咱各位先甲咱导入，这是合法个管路。以上祝各位先身体健康，欢喜常万事成。恭喜！感谢理任慈悲浅道一鞠躬，分道一鞠躬，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感谢理任。同学这边报到2点，就是咱今日有准备点心哈，咱在一般要讲点什么那一讲，还有我收下来的禁果哈，回去拿回去自己拿。多发点心哈，那我们就会来闭班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班到这边结束，祝各位前贤身体健康，法喜充满，安全都会来闭班。信义神元山义和圣堂合成单位110年度起会班圆满闭班，感谢上天慈悲浅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两次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，分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两次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。
都在洗版哈。像我尽量我行3鞠躬礼前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直教前人1鞠躬，直教父前人1鞠躬，宋驾两师1鞠躬，坤道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直教前人1鞠躬，直教父前人1鞠躬，宋驾两师1鞠躬。